我们先过去好了。哎，那个不用，建好，你们在后面等。那个他后面有，我怕他从后面爬过去啊，你们这边等好了，有需要随时叫支援。小姐姐，我喂，他在哪把鸟？开门。Alo， 叫里面开。mở cửa，开门。不好意思，我这有今天都有跟客人订错了。现场负责人呢？叫出来。啊，是我。你是负责人。老板娘。全部都过去。因为我都不站着。发动摇拐，发动摇呼叫。头发是不是？不是，还有头发要检查。你问他1楼清查完了没？赵总，那个1楼那边 OK 了吗？楼上这边还有大概50几个，如果有空的人可以上来一下，帮我盘查一下。好，报告。那个，大呼叫，拍照。大呼叫。啊。你叫他们到2楼，2楼。你數樓等我。不要，那个先。来。我可以开着吗？好。警方接获举报，在桃园区某移工餐厅内有失联移工，警方立即前往稽查，现场发现2名失联及1名预期居留之移工。另警方也发现现场参加聚会超过100人，违反相关防疫规定，将现场制作记录表移请市府相关单位裁处。